好来，乡亲啊，挂喙罨，你挂了有正确无？医生讲挂喙罨一定爱甲喙甲鼻仔总封起来，安尼才会当达到防护力。而且这个喙罨一定爱逐工来换新，啊，这个喙罨若是棉仔布的，嘛爱逐工洗，若无真会生细菌，气到较会感冒。人做公共场所爱挂喙罨，出入病院嘛是共款，就连骑机车嘛是爱挂喙罨，但是你的喙罨偌久才换一届？通常都就1-2天，对，有时候就是用完就换了，啊有时候就是用2-3次。大家拢真节省呢，但喙罨内面有袂少细菌哦。因为你的唾液里面就有很多细菌哈，那加上你本身皮肤的表面这些汗液什么上面的皮肤上面的细菌，如果跟你的唾液混合沾到这个口罩的时候呢，它的繁殖速度有时候很快，有时候可以半个钟头就可以繁殖1倍。一般来讲，烟酒为喙罨防护力上好，会当过滤这细微粒啊。咱经常用的外口的喙罨，嘛会当挡喙烂甲部分的细菌，防护力大约是8成左右，活性炭大约是5成。骑机车经常用的这棉布的喙罨，以当这土粉为主，防护力较歹。但无论是对一种的喙罨，上好也是爱逐工换、逐工洗。除了用色水区分以外，较粗细面爱向外。外面这个一定都是比较粗，颗粒比较，就是它的透气比较大，里面的透气比较少。哦，这样的话你戴上去的时候，你如果有那种喷的时候呢，它实际上里面会完全吸住。要提起你这喙罨，一定爱甲这喙甲鼻仔完全摘掉咧，若无你的防护只有做一半，那呢健康就会受到影响。